入咗醫院唔出得院，又要用錢應急，但去唔到銀行攞錢，咁點算呢？觀眾陳先生向我哋報料，佢74歲嘅媽媽早前因為癌症同盤骨斷裂，要長期住院，所以交代阿仔去佢銀行戶口提款以支付醫療費用，仲俾咗提款卡同密碼陳生。點知當陳生去到銀行，我去銀行提款嘅時候，發覺完全係提唔到款，撳唔到錢出嚟。咁佢就冇顯示話乜嘢理由唔可以提款，櫃員機就顯示話不能提款。一問之下，原來陳媽媽嘅戶口俾銀行凍結咗，所以攞唔到錢。佢冇講原因點解凍結咯。跟住再經我哥去打電話俾銀行，再生去再問嘅時候，我哥嗰邊同我講翻就係話佢1年內冇喐過筆錢，所以就凍結。我有嘗試問過銀行，可唔可以委派律師做見證寫授權書？咁銀行又唔接受，話當初開呢個戶口嘅時候，我媽咪本人佢係冇寫過有後備授權人，淨係佢本人先至可以攞到錢，所以佢就唔接受律師寫嗰個授權書咯。授權書銀行唔接受，陳先生同陳媽媽心急如焚，佢哋多次向銀行查詢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攞到呢筆錢呢？因為我媽個情況比較特別，咁可唔可以委派職員過嚟幫忙去搞呢程序？咁佢又話唔可以，都有同銀行解釋。咁佢一概嘅回覆都係話要佢本人去到分行先可以處理咯。到底銀行點解咁堅持要戶口持有人本人親身去分行先可以解凍戶口呢？好似陳先生嘅情況，又可以點做？銀行咧就好驚咧，嗰個戶口嘅持有人咧，佢可能係已經係身故咗。咁如果死咗，突然間有人咧攞份授權書咧，咁嗰份授權書應該係無效㗎啦嘛。咁所以咧，銀行咧就好小心嘅，佢一定咧就要確保嗰個人咧仍然係活在先。咁所以咧就佢一定要嗰個戶口持有人咧，去親自去銀行，俾佢哋有一啲咁嘅檢查啊、check 下身份證啊、睇精神狀況係點。每一間銀行咧，佢嗰個政策盡有不同嘅，有啲就寬鬆啲，有啲係嚴謹啲。我哋好難講噶嘛。咁所以咧，最緊要係將呢件事件咧就反映翻俾銀行聽，睇下銀行去有冇咩好嘅提議。就住事件，我哋去信涉事銀行查詢，佢哋回覆指銀行已經主動聯絡陳生，並且解決咗今次嘅問題。而事主陳生亦都同我哋講，感謝東張嘅幫忙，最終可以成功提款啦。